路路向下橋，咚咚咚50機。紅姑hen係好朋友，一隻大金條，兩隻照相叫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節目就會開始啦！安靜，搞了看，買東西的各位又來了。點點，大家看見今日要買乜嘅東西？叫來買喲，叫來買喲！大家一天上地，今日買東西嘅各位，愛買乜嘅本大家咯？得啦，就是呀嘅，大家看，呀就看到路路向下橋，咚咚咚50機。呀嘅50機有哪冇窮樣咯？等一下唔掉咗啲咧。好咧，我一下專門大家看一下，路路向下橋，咚咚咚50機有幾站咩？唔掉看，也係乜機啊？係呢個。好，大家看開哦，也係呢個，也係木瓜，也係香蕉，超愛留呢個木瓜，留香蕉。用路路向下橋，咚咚咚50機，大大，等一下會變到乜嘅咯？變果子！啊哈，很聰明哦，會變果子，因為也係一台，蘋果也做得大，木瓜沒做得大，香蕉沒做得大，乜嘅就做得大嘅，路路向下橋，咚咚咚50機。路路向下橋，咚咚咚50機。你看，蘋果怎大好嘞？木瓜怎大好嘞？香蕉怎沒大好嘞？嘿嘿，用路路向下橋，咚咚咚50機打出來嘅果子，很好檸檬。很香檸檬。那邊行下香檸。那我們快打電話去訂果汁機呀！咕咕咕，世界最厲害嘅英雄，Super Chicken 來咧！竹田樹，向下橋。10點前了。唔記得帶果子誒，幾層人，叫我來睇書。最勇敢嘅幾層人，一定會完成日嘅任務。咦？唔記得帶果子，冇問題，靠硬嘅。香蕉來咧。拎過來咧。木瓜來咧。幾層人，安子生。哎呦，果汁機怎麼還沒送來呢？錯啊，有位客忙來啊！邊個？香蕉、木瓜、豬油誒！等一下果汁機來誒，就做得才能打來啉誒。有客忙來啦！送果汁機哦！拿去拿啦！哎呦！也就係路路向下橋，咚咚咚果汁機哦。冇唔錯，也就係蘋果咩做得大，香蕉咩做得大，木瓜咩做得大，馬雞就做得大，路路向下橋，咚咚咚果汁機。那我們快把果汁機拿出來吧！啊，因為係一支吹嘅啊！冇啥，也真經係路路向下橋，咚咚咚果汁機。果汁真的是這樣打出來的嗎？咕咕咕，世界最厲害嘅英雄，Super Chicken 來咧！竹田樹，向下橋。
这点钱了。唔記得帶果子啊！幾層人叫我來睇書。咦，最勇敢的幾層人一定會完成這個任務。咦，唔記得帶果子，冇問題，偷牙嘅。強者來咧。Lingo 來咧。木瓜來咧。幾層人安子生，我是公仔，我們是強者。我是Lingo，我們愛是Lingo。我是木瓜，我們愛是木瓜。強者Lingo木瓜，愛長輩。幾層面來咧，偷牙結漿誒。強者Lingo木瓜。幾層面安子生。喂，係買東西嘅叫話嘛？喂，好，我就是。艾問，做乜嘅唔記得嘅路路強下橋，咚咚咚個隻機，係幾脆嘅呀？唔係咩機唔錯嘅？我唔錯啊！啊？佢就是Lingo沒做得到，強者沒做得到，木瓜沒做得到，馬嘅就做得到嘅，路路強下橋，咚咚咚個隻機呀！唔過，安樣打，個字會打快騰呢？佢係因為伢方法唔錯，我搶愛安樣，打，通通打，個字就會打出來嘞。唔過，安樣會打，咪打唔出個字吧？冇，安樣好嘅啦。既然用羅羅強下橋，咚咚咚個隻機打唔出來，咁我就送一台雷機好咧。雷，乜解係雷機啊？哈！人都唔知嘅哈，雷機就係Lingo也做得雷，強者沒做得雷，木瓜沒做得雷，全部都做得強下雷嘅雷隻機。哇，躺起了按神去，還就要一台。好，我天天就放一台雷機本。安子生。哇，送雷機。弄機來了。唔係弄機，係雷機。上唔到100按價，我去拿。又係乜雞呀？奇怪，也咩阿婆雷飯頭買嘅東西哈？又真正做得雷果子哈？我咩唔掂呢？大家盡快買東西的給我要上電視了。叫來買哦！也係Lingo沒做得雷，木瓜沒做得雷，強者沒做得雷嘅，做錢強下雷隻機。真嘅哈，又真嘅做得雷出果子哈？幾同嗌噶？西瓜哥哥好。小姑好。西瓜哥哥，你係西瓜哥哥，做乜啊？對啊。是強者哥哥冇啊？強者，香蕉哥哥我認識啊。是Lingo姐姐嗎？Lingo，蘋果姐姐我也認識。鳳梨哥哥。鳳梨哥哥我也認識。我有好多的水果朋友，有香蕉哥哥、蘋果姐姐、鳳梨哥哥之外，我連草莓姐姐都認識哦。那我可不可以偷偷問你，
你这些水果朋友都住在哪里呀？你猜？都嘿没都果子园啊？不是。呀嘿都本熊？也不是。没上嘿都菜市场哦？当然也不是啊。跟的都带嘿都奶啦。哦，买迪嘞？是秘密。没错，就是秘密。嘘，小声一点，不要告诉别人哦。一条山路弯弯弯，两节火叉突突突，三二姑娘水水水，四叶头发 wonderful。一条山路弯弯弯，两节火叉突突突，三二姑娘水水水，四叶头发 wonderful。一条山路弯弯弯，两节火叉突突突，三二姑娘水水水，四叶头发 wonderful。山路弯弯弯，两节火叉突突突，三二姑娘水水水，四叶头发 wonderful， 四叶头发 wonderful。红姑hen係好朋友，一隻大金條，兩隻就上橋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朋友和你在飛啦。感謝收看。